为着让子孙会记得家己的根，花莲德鲁区的基佬黄忠兴用10年的时间做田野调查，来记录无共部落过去传统的领域甲前线的历史。今年拄好是德鲁区正名20周年，伊嘛发表伊记录的成果。 有所啊，伫松林爬山，今年已经86岁，太鲁阁长老黄忠兴为了调查各部落传统领域甲前线历史，伫秀林乡、万英乡的深山来去去，就算地动了后，山内崩塌严重，不过伊也是带部落青年追寻祖先留来拍拉的路。我是现地花10年的时间，发动了180多个人，在这里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去查，而且。 所有的部落也好，生活基点也好，都有精确的 GPS 的那个记录。黄忠兴是秀林乡文安部落的人，少年做兵了后，转做学校的教官，对家己族群的历史一直有真大兴趣甲责任。所以，伊甲这10年调查资料整理做册，要让部落青年知影家己为倒来。以岁月心血踏勘本乡境内有192处。 万荣乡境内有124处的旧部落的生活据点，精要的整理了太鲁阁族所有的一个迁移的一个历史。拄到太鲁阁族正名20周年，公所特别公布这本珍贵的调查记录，讲到400年前，先走为基来山西平，一路向东来到立武溪、刀赛溪、木龟溪的源头，创立真侪工园。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来？ 因为我们的民族不是一个名称而已，是它的内容，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怎么样重新找回来？我们的祭典、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生活的领域。另外，册内嘛有讲到族人拍拉文化，并完整记录太鲁阁抗日战役。黄忠兴希望这本册除了会当做教科书参考以外，更会当建立后代族人若是要知影历史有一个参考依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